啟德郵輪碼頭自啟用後一直備受爭議，外國遊客如果想落船去市區行下，冇 plan 嘅話，碼頭又缺乏配套，真係會令客人嚟到香港嘅第一印象已經唔係太好。今次我哋特別問問郵輪業者鐘，睇下鐘嘅睇法。作為一個業界，我哋去過超過100個唔同嘅郵輪碼頭啦。咁其實香港呢個郵輪碼頭地理位置絕對係唔會輸蝕俾其他地方嘅，係市中心啦。只需要一啲交通嘅配套呢，佢好容易就可以去到佢心目中想要去嘅地方。可以參考歐洲嘅郵輪碼頭啦，佢哋一早呢已經安排穿梭巴士啦，或者係有一批的士啦。咁而穿梭巴士呢，亦都唔係講緊免費嘅喎。其實郵輪公司呢，一早已經同碼頭安排定啦，逐個人客呢已經買定一張飛呢，就係直接上車㗎啦。其實喺行客方面呢，佢哋都好願意呢，可能10幾蚊美金就可以直接送佢哋去市中心或者係最近嘅商場，方便咗遊客。相對嚟講呢，亦都幫咗政府同埋喺本地嘅交通可以賺到一使費啦。而另外一點呢，其實好多郵輪嘅遊客呢，當然係想購物嘅。咁而香港呢，亦都係一個購物天堂啦。所以郵輪呢，同埋政府呢，絕對可以配合一下呢，喺附近嘅商場，例如 APM 啦、MegaBox 啦，甚至去到尖沙咀區呢。如果你話完全可以配合到，只要需要 show 到一張房卡，就係郵輪嘅卡，證明到佢係一個跟郵輪過嚟嘅遊客，就已經攞到啲優惠呢，絕對可以帶動經濟。而另外一個呢，我哋喺香港呢，冇乜特別見到。通常呢，喺外國啲人客一落地呢，其實遊客就會見到好多唔同旅行社已經係一早預先 set 好咗個 counter。咁遊客一嚟到嘅時候呢，其實就已經可以揀佢心目中想去嘅景點啦，甚至可能係 join 啲 day tour 啦。咁而呢啲配套呢，喺香港呢，暫時仲係好缺乏嘅。如果郵輪碼頭變成熱鬧購物天堂，並加入唔同生活配套設施，相信形象一定會比而家好。你又有啲咩建議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！